只要你进好的名字要出来，你知道他们是家庭，是希望他们的家庭。老师，那你进好不好？反正是重点嘛。来，你进好，你进去。爱要重新被恢复定义的时刻，爱是从家而生，家里面有爸爸有妈妈，一男一女就是好，这个好字拆开就不好了，所以我们希望一男一女，让我们好好的过生活。爱是委身，爱是坚持，爱是有责任的，爱是牺牲，爱能创造奇迹，让这个家能够重新被台湾看见、重视，让这个国家创造奇迹。谢谢各位。好，赞。用家的力量，安定咱台湾。这一次的参选，我很有荣幸。今天的登记将会从参选人变为候选人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点。就像在11月3号的参会一样，那我想其实最辛苦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志工朋友，那也很感谢大家今天在这边一起来见证这一个特殊的时点。那我们后续的所有的竞选选战，我们会在所有的既定的策略里面，我们一起将在明年的1月11号，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奇迹，见证这个神迹。那也谢谢今天媒体朋友的一个采访。我们还是重申，家跟我们的下一代，整个婚姻教育是一个大树的根基。经济的果实再怎么丰硕，如果这一棵大树枯萎死掉，甚至它的根部被刨起、被挖起，那整个命脉将会失去、会失丧。所以我们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理念来参选，我们也希望可以唤醒所有的民众对爱家的这个议题的一个看重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一起来回应，一起来响应。谢谢大家。力量安定咱台湾，用家的力量安定咱台湾，用家的力量安定咱台湾。谢谢。